继续来关心这总统大选，民众党的郭文哲提出7大金融政策，要定期平庸金融的安全兵推和应变演练，强化治安，也要改变税制。那民进党的热清定呢是接近国际农业青年大使团，也讲台湾的农产品外销第1名是美国，已经不是中国啊，也鼓励台湾的青年行入国际。另外，国民党的校友旗副手赵少康今去到桃园造势，本地明仔载要去城大座谈会是临时取消，伊是表示讲变做闭门演讲，意义减少真侪，只好先取消啊。最近常常传出治安问题影响金融市场，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18提出金融政策，要定期金融安全并推甲应变演练，加强治安，甲扣税制度翻新，建立独立透明、会当追究责任的货币机构，改变利率低、汇率低带来的厝价甲经济发展问题。另外，阁要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甲金融消保局，成立主权基金，活化国家资产，推动智慧金融。中央银行呢，因为它被背负了一个责任，所以它很难翻身呢。因为它每年要缴整个中央政府总收入的10%的，它可以变成一个比较独立的单位，来帮助台湾的产业发展。民进党赖清德以副总统的身份接见国际甲农业青年大使访问团，除了感谢友邦圣罗西亚挺台湾，嘛强调两国之间有农业甲旅游的合作计划。佮强调，即马台湾农产品外销第1名是美国，唔是中国啊。希望透过青年大使团合作，加强甲其他国家的交流，嘛鼓励青年走向国际。我也很希望我们台湾的年轻人能够多到海外，多看看世面。所以我有提出一个100亿的海外圆梦基金。国民党校友会副手赵少康来到桃园扫街，除了有关声势，嘛搁再向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发声，爱伊赶紧回来。另外，为着要抢少年选票，赵少康行入校园，安排真侪场甲学生的对谈。不过，清大迄场延期，东华大学取消。本地19要举办的清大这场，嘛有风声讲要取消啊。媒体不能进去也就罢了，那时候我们直播好了哈。后来昨天又通知我们说直播也不行，那就变成好像闭门演讲哈，就因此承担这场取消了，很可惜啦。最近常常传出李长组团去中国旅游接受招待，怀疑中国介入台湾的选举。赵少康表示，爱相信民主甲立场，袂因为食几顿仔饭就受到中国影响。若针对中共11楼正做竞选办公室使用，互民进党批评。赵少康表示，有纳租金20万，公私分明。记者曾志成、欧文勇、张文如综合报道。